OK，唔好意思，唔小心 cut 咗片。OK，咁嗰個係 part 1。不過呢個減3啦，你之前未見過減3，就係減3。咦，冇加3喎。嚇？OK。OK，跟住到客務中心啦。OK， 我哋睇先，單手開機，又多咗啲乜咧？不過呢個自動行人島，自動行人輸送帶。哇！點估啊，大佬？都行樓梯多點健康唔係嘛？3合1自動10倍增值機，會員服務站。呢個乘客顯示屏，之前叫乜鬼水晶波逆聲顯示屏啊！陽濕度我哋都應該陽濕度，香港2分鐘。真係幾真實喎！不過唔係灰色㗎，係藍藍地嘅顏色。最尾咧，跟住最期待嘅任務卡，我哋齊睇下，呢個標誌，哇，單手都可以嘅。OK， 包括呢個黃竹坑，都咦粉嶺，哇！你睇下羅湖都多片粉嶺咯，粉嶺體育館。可以半島寶林，可以半島出發，車公廟，寶林飲茶，然之後到車公廟。咁咯，羅湖利東，跟住九龍灣睇戲。溪沙將軍澳咗海洋公園。冇乜特別。太和天水圍、黃埔冇乜特別。冇花園探我舅父咧。觀塘、烏溪沙、何文田就上學嚇，咁咪要好早起身補烏溪沙，唔係嘛？真係我真係而家朝早6點幾。OK， 咁咧有咩特別咧？睇住完啦。OK， 咁咧我撈埋先，攞張原條例出嚟，咁樣搭齊。唉，啲人都唔知我黐嘴嘅，咁我邊度中意利東嘅啫乜鬼？風之塔，都唔知係新嘅咧，都唔知係新定舊啊！哇，都唔知新定舊啦，簡直。今次都係試下，都唔試玩啊嘛。OK， 你點樣諗咗佢？埋膜回收啊。OK， 咁今次3把聲，M train， 好啦 ，M train。
係咯，仲有同埋輕鐵咧。ST Train 都唔係好靚啫嘛，叫。係啊。因為 M Train 比較有意思啲。OK， 咁啊，我唔抽啦。我特登為佢哋選擇，梗係試下啲新嘅啦。因為 M Train 唔會試新嚟。等啊，轉落去哋熱切。今次嚟試玩啊！OK， 搞掂。其實係抽嘅啫，只不過係抽啲新站嘅。哦，有海怡半島啦，利東仲有海怡何文田嘅啊，輕鐵咁嘅，係啦。咁咧，海怡半島 M Train 行到海怡半島係咪3卡？一節嘅啫喎。OK， 個利東，我嗰邊咁鬼死遠啊！跟住觀塘開始呢度輕鐵呢度先。我同你玩嘅啦，我哋嗱 ，OK， 咁我順住次序啦。MAL 就即係咧 M Train 就 M Train 啦嚇 ，A Train 即係 Airport Express Train，Light Rail L 咧就 Light Rail 係啦，順住啦嚇。嗱，你有任務完成卡啦嚇。今日你哋順住咁咯。我首先幫 M Train 嚟玩下，自己同自己當3個人啊。1、2，睇下 M Train 好唔好彩啊！陣間咧再唔好咁樣公佈結果，咁樣啦。今日畫線真係好運啊！可以再炸多次，新嗰張嚟嘅，新嗰張嚟嘅，又唔記得擺嘅。算啦，咁唔幾好，又唔係個個人食玩，得一個人啫嘛。旁邊係啊，擺極都擺唔到，算啦。OK， 到佢，或者炸多次嘅，一，到啲輕鐵啦，幫客務中心。哇，客務中心咧，就要俾人估啊！令到佢哋估到，乜鬼咁咧，我就會當上一位，上一位，呢一位同埋下一位，即係個個都有啦嚇。嗱，個個都行2步嘅，答啱嗰2個同埋咧講嗰一個咧係可以行2步噶。咁我哋試下行，1、2到金鐘啦。哦，終於翻去港島線啦。咁啊呢個咧，要翻嚟1、2係
2，我頭先位邊個㗎？啊，喺呢度。2要去邊度？冇能嘅。咪當車尾咯呢度。即係邊個卡？幾日巴先啦？喂，大家幫我分一分啦。對咩咧？我自己分。講出好難睇。我當3啦嚇。我應該帶呢個1、2，將入去馬場先。經過咋，係唔會停㗎。OK。2咩咯？2，即係 Light Rail 2啊。先去講乜彩虹。喂，3係。海站北角，下一站北角。兩步啊嘛，係咪？2步。1、2、3，還有開始啊！3、1、2、3，哇！過去呀，好快呀！只有機場快線。OK， 我哋睇下下一站係咩先。會員服務站。OK，明白啦。3、1、2，去邊度？睇下會唔會選擇東鐵線定係觀塘線咧？行3步啊！如果係啊，快啊，可能比較，因為比較嗰啲站比較密啊嘛，轉乘咁樣，呢度轉會好快啫嘛，咁當呢個站啦，係咯。OK，係啊，未得，我當 Light Rail 係1啊嚇，1、2嗰個可以行2步 ，Light Rail 係1 ，OK。嗱，記得係真實玩咧，係搭啱嗰個搭啱嗰個行2步。不過唔係，搭啱嗰個行2步。解釋嗰個都係行2步，唔係個個行2步。啊，分清楚，行咗啦，行半鐘。我張有冇完成卡 ？OK 晒就排啦，到最尾。飲茶。